秒你估下我喺邊？就喺呢度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雲際觀光層，跟我嚟介紹俾你哋認識啦。過嚟好簡單㗎咋，搭深圳地鐵1或者3號線去到購物公園嘅 D 出口，見到呢一棵 LED 樹咁就到㗎啦。呢座大廈係全球第5高，亦都係南華地區排名第1嘅摩天大樓。踏入第一個打卡點就係極限直升機，旁邊亦都有 AI review 模仿實景。隔籬就係光影隧道啦，請準備好相機。穿過咗隧道，你就會見到大樓嘅模型。模型隔籬就係鏡面迷宮，拍一拍手啲字就會散開㗎。穿過時空隧道扶手梯就到咗遊客拍照紀念區，跟住出發上觀景台。我哋搭嘅 lift 只需要55秒就可以直達116層。lift 嘅左邊會有個全運會打卡位，呢度周圍都係落地玻璃，360度一覽深圳唔同嘅景觀。等下先，你望下地下，踩落去真係有啲緊張㗎。坐喺呢個位打個卡，影個短片都已經值門票價啦。佢同場仲有自費嘅遊戲設施，仲有紀念品推俾你買下手信。搭到去114層，仲有人員講解大樓點樣利用阻尼器去穩定個大樓。cap 低我呢個交通路線，放假就同朋友仔一齊上嚟觀光體驗啦。